下一個預備嘅係姜濤。正啊！哇！竟然打過呢個99歲嘅宿命。冠唔冠軍呢啲嘢已經過咗去，我都係一個新人，我都有好多嘅不足，所以我就係好想去做一個表演，唔想諗咁多。姜濤上季全民造星嘅冠軍，以大熱姿態強勢出道，靚仔嘅外形已經為佢吸到唔少粉絲，加上佢後天嘅努力，令佢喺台上擁有超凡魅力，亦因為咁被參賽者票選為 MIRROR 實力排行榜第1位。佢有人氣啦，咁啊跟住有好好嘅外表啦，好好嘅個性啦，咁唱歌跳舞又 OK 喎。咁我覺得佢係好明星嗰陣除嘅，咁所以即係呢個已經係實力㗎啦，我覺得已經係。最綜合實力嚟講，咁姜濤應該都係第一嘅。雖然表面睇姜濤係無懈可擊，不過其實佢壓力都唔細。我都係一個新人，我都有好多嘅不足，所以對於大家將我排喺第一，我都好大壓力咯，係咯，亦都唔想令大家失望。冠軍嘅名銜對姜濤嚟講係加冕，但係同時都係無形嘅壓力。正因為呢種壓力，令姜濤對每次嘅表演都非常着緊。彩排嘅時候，佢連唞都唔唞，就一次又一次咁不停練習。為嘅就係想對得住佢冠軍嘅名銜。可以清唱一次唔該。姜濤嘅冠軍背後係由無數汗水建立，亦睇得出佢好大壓力。你想試一次？好啊好啊好啊！唔係你唞順條氣先齋唱嘅。雖然經歷咗1年喺呢一行，但係都會擔心嘅，因為畢竟入行以嚟，我諗呢一次表演都算係 Top 5最緊張嘅一個表演，因為喺呢個過程之中，大家加設咗好多光環俾我，即係好似你係第一名，你係最受注目嘅，所以有呢啲嘢會影響到我表演咯，所以都導致到今日嘅表演並唔係話100%咁好。排第一嘅話，你嘅表演就唔可以有任何嘅甩漏，因為大家對你期望好高。正正就係因為你嘅一絲不苟，先至令你成為冠軍。不過有時適度嘅放鬆對表演都有幫助㗎。第10個出場嘅係姜濤，佢會跳唱耶耶。我睇幾多人揀姜濤，邊個夠膽舉姜濤？嚟緊啦嚟緊，儲緊氣，儲緊氣。Hey, what's up? Everybody, yeah. Look at me, yeah, yeah. 其實喺個台風係幾強。我解開身上枷鎖 ，Now you know， 別妄想留言能夠把我。我看見太多醜陋，拒絕你把我變成傀儡或同謀。誰在叫我鮮肉，也不是泡在安口，認清你的血液 ，This is idol。但係其實你真係講真 ，MIRROR 喺今次表演，大家係睇到其實 MIRROR 就真係同參賽者爭好遠。我初初以為好驚佢哋嘅實力，但你睇完佢啲表演，其實 MIRROR 始終都係唔同咗嘅。Come on, say what, say what? No can yeah yeah. 哦，明明再來幾個回合，嘿，旁觀者你有什麼資格？我的 man 麻煩對我說 You so dumb。講真嘅，係咪啱我哋先？真係好啱我哋。上屆冠軍姜濤，大家咪要需要問佢嘅。我係 B1 嘅東坡。你好，你好。咁樣想請問你咧，假如一組啦，咁你會唔會係唔多時間去 train 啊？呢樣嘢咧，我覺得有個人可以答到你嘅，因為其實頭先花姐喺我側邊已經講過嘅。事實上，姜濤有佢嘅實力，大家好想揀佢明嘅。咁但係我覺得呢個都係考慮因素。咁大家有得就必有失嘅。哇！你冇咁講，陣間冇人揀我就。咁我嗰時又俾人聽唔通，第日你唔排，跟住又人哋先怨你。我排啊！我知你排，但係要凌晨，咁人哋要接受噶嘛。咁你要俾定心理準備，唔通又呃人咩？
唔係，我自己覺得我只可以保證嘅就係，總之我已經預咗跟住落嚟冇休息嘅時間。好啦，冇嘢問嘅話，有冇邊有需要開下會？希望姜濤入自己個組嘅，喺我數完之後可以舉牌啦。OK。有冇邊組需要開下會研究下？預備，3、2、1。B1、A2，好啦，兩組都希望姜濤自己個組嘅。A2 開始先 ，sell 下自己個組。我覺得你唔需要揀佢哋咯，你入到嚟嘅話，我哋可以屈咗呢個比賽。係。因為我知道你即係全民造星前面嘅比賽咧，就係唱啲比較小清新、小啲嗰啲歌啦。咁咧希望我哋可以共同創作呢啲咁嘅歌。A2、B1，你自己揀唔揀到？A2，OK 好。姜濤就將會進入 A2 組 ，OK。哇，好勁喎 A 組，其實真係好想揀佢嘅。B 一組真係慘啊，用咗嗰一票搶姜濤失敗，有排等啊。另一方面，恭喜晒 A2 組啊，到底係咪真係得姜濤得天下呢？ X Wallet 帶嚟全新形象、全新可能。X Cash AI 5秒閃批，24/7即批即過數。X Lend 真 AI 秒批貸款，立即下載，仲有迎新獎賞。X 就可能 X Wallet 中谷借錢緊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X Wallet 帶嚟全新形象、全新可能。X Cash AI 5秒閃批，24/7即批即過數。X Lend 真 AI 秒批貸款。立即下載，仲有迎新獎賞。X 就可能 X Wallet 中谷借錢緊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X Wallet 帶嚟全新形象、全新可能。X Cash AI 5秒閃批，24/7即批即過數。X Lend 真 AI 秒批貸款，立即下載，仲有迎新獎賞。X 就可能 X Wallet 中谷借錢緊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X Wallet 帶嚟全新形象、全新可能。X Cash AI 5秒閃批，24/7即批即過數。X Lend 真 AI 秒批貸款，立即下載，仲有迎新獎賞。X 就可能 X Wallet 中谷借錢緊要還，咪俾錢中介。上一節 Mirror 爭奪戰接近尾聲，未出場嘅成員仲有2位，而巧合嘅係仲可以投票揀人嘅組別都係剩翻2隊，到底佢哋會點揀呢？下一個預備嘅係 Lockman。Come on, man！ 喂，咁我哋要傾多次我哋嘅 first choice、second choice。揀你新撈啦，唔好同我哋爭。第2咧？吓，原來你哋嘅目標都係 Lockman 啊，都合理嘅。佢係上屆全民造星嘅季軍，由節目一開始已經係靈魂人物，一直擔當住領袖嘅角色。即係我覺得對面D哥佢哋一定係搞笑㗎啦，一定有搞笑㗎啦。佢哋咁搞笑，咁我哋就有型咯，型到一個盡頭。出道之後更加成為 Mirror 嘅隊長，可以話係實至名歸。由全民造星開始，大家喺嗰陣時已經開始叫我做隊長㗎啦，因為大家已經俾咗一個位置我，所以我一定要成長，所以呢段時間係要逼住我自己 keep 住成長去做一個我真正可以 lead 到佢哋大家咁多個嘅人。正因為隊長嘅身份，令 Lockman 做每件事之前都以團隊為先，逐漸忘記咗自己，而佢心入面嗰團火都好似……其實當有幾次要 mark 舞啊，或者即係開大會嘅情況下咧，會有段時間好嘅，然之後就會慢慢流失。喺舞台上面嘅心態上係冇變嘅，但係可能因為工作令到排練嘅時候多咗一份惰性喺度。今次全民造星2嘅話，我希望真正最記得翻嗰陣時追緊嘅係乜嘢咯。第11個出場嘅係 Lockman， 佢會跳唱歌曲《放》。
集大結局，掌心來場直播，劇毒大奸狗最終能逃否？劇烈地安動，送出連環劇透，路滿望就直走，撞爛大量閘口。放鬆每一條前臂，放低你的手機，放開讓指頭還你，放生自己 OK。人行道到高架路，所有方位如萬隻雞得食埋，好天與天不理，練成自閉。這族人就快枯萎。Come on， 放鬆。我咩唱歌真係揾到。果然係隊長。Lockman， 對於你嚟講呢啲都唔係好嚴重嘅嘢嚟啫。唔係啊，唔係啊，唔係啊！真係你都知其實玩呢個比賽有幾攰啊嘛，有冇恐懼？第一下係愕然嘅又要嗰半個月，嗰半個月真係好辛苦啊，大佬咁樣。半年添嘛。係啊。但係我覺得再諗翻起，其實嗰半年嘅時間其實係好爽啊！即係真係好爽，你淨係諗我練歌練舞表演100分完，你成半年嘅時間都係咁樣過，幾爽幾純粹。所以其實有得玩係正，又有得練嘢咁樣。邊兩組未舉牌？我哋睇睇先。A1 同埋 C4呢兩組有冇嘢要問 ？OK C4，我哋冇乜特別想問，因為我哋就係需要你。好，純示愛啫。OK。A1 有乜嘢要問 ？OK， 冇嘢要問，真係太好啦！有冇需要時間開會嗰啲成㗎？有冇㗎？冇，你哋都唔使啊。OK， 好。希望 Lockman 進入自己個組，喺我數完3日之後先舉牌。OK， 預備3、2、1。OK， 兩組都舉 A1。不如你講下點解 Lockman 應該要揀入你嗰組咧 ？No question, no doubt， 就係我哋嗰組。好啦，你呢組啦。我哋等咗成晚就係等呢個機會咯，因為其實我哋本身已經選定咗 Lockman 會係我哋最佳人選啦。其實你都同佢哋夾嘢夾咗咁耐啦，係時候要突破下啦，我覺得。即係咪先？我哋又有吉他手啦，又有我都係 Weka 啦，咁其實我哋係可以做到好多唔同。互助互補咯，係啊！你考慮完就同我岌岌頭得㗎啦。OK 好 ，A1 同埋 C4 同一時間都希望 Lockman 加入佢哋嗰隊。究竟 Lockman 嘅選擇係？對唔住啊 ，A1。好啦，咁 Lockman 你會加入 A1 啦 ，OK。我哋而家 Lockman 自己都好想同自己啲 friend 一組嘅，佢覺得全民造星最緊要玩得開心。講得啱啊，花姐，可以同班 dancer 朋友一組，睇下樂文隊長幾開心。好啦，最後一位 Mirror 係時候出場啦。